喺追求卓越與創新嘅道路上，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簡稱 ACE， 致力於為學生提供最尖端嘅研發資源與國際視野。今日我哋將深入訪問 ACE 嘅畢業生，揭開呢一個學系點樣引領大家走向未來。Kenneth 係2003年嘅 ACE 測量學畢業生，而家係港深創科園入面嘅項目發展部合約管理嘅副總監。港深創科園將會係香港以至大灣區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發展，可以為未來嘅產業、研究同教育培育一個總體生態系統。到底 Kenneth 喺城大畢業後嘅職涯發展路徑係點嘅呢？畢業後，我加入咗一間 contractor 工作。之後亦都喺 consultant firm 同埋鐵路公司工作多年，期間參與幾個大型項目，包括港深西部公路、太古坊嘅商業大廈、中環匯豐總行嘅升級工程，同埋港鐵沙中線鐵路項目。我依家係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合約管理部嘅部門主管，負責管理整個園區嘅所有工程同埋顧問合約。園區有多棟實驗室、辦公樓、人才公寓、超算中心同埋大型嘅戶外空間。我嘅工作涵蓋整個 project cycle， 由規劃、設計、招標、工程，以至埋 final account。除咗日常嘅項目管理工作之外，亦都要聯繫政府官員同埋業界，了解創科行業嘅最新發展。喺城大讀書嘅時候，城大提供咗咩學習機會對 Kenneth 幫助最大呢？喺 Year 2嘅暑假，我參與咗一間 contractor 安排嘅 internship program。除咗可以喺真實嘅地盤工作之外，亦都同10幾位就讀不同建築學科嘅大學生有好多交流機會，令到我喺畢業之後能夠迅速適應新工作。Tim 係2002年嘅 ACE 測量學畢業生，而家係國際著名嘅工程同房地產諮詢公司利比有限公司 RLB 北亞洲區嘅董事，負責管理深圳、廣州及珠海辦事處。佢亦都係利比全球董事會成員。Tim 喺2002年加入利比，曾經係武漢辦事處第一任負責人，長駐喺武漢近4年。之後佢喺香港、澳門、中國內地同韓國參與咗多個大型專案，亦曾擔任香港測量師學會工料測量組主席。其實喺城大 ACE 有冇最令 Tim 難忘嘅一個 project？ 最難忘嘅係一個 Year 3跨學科嘅 project。要同結構啦、建築、機電等等嘅同學科一齊做，我哋要模擬一個完整嘅項目過程，由設計、成本估算到招投標。呢個經歷令我明白到建築工程唔係一個人做晒，而係需要同唔同專業溝通。作為過來人， Tim 又有咩同準備入學嘅新鮮人講呢？我會話唔好怕蝕底，唔好同人比較。我呢份工長住過喺武漢，亦經常去國內唔同城市，甚至係韓國出差工作。每個地方都令到我學到新嘢。城大俾你嘅唔只係知識，而係一個起跑嘅信心。你肯出去闖，個行業就會俾機會你。除咗 Tim，Elvis 亦係利比北亞洲區嘅董事。Elvis 2010年喺城大畢業之後就加入利比，喺各類專案中展現採購策略、價值工程、成本管理、合同策略同 5D BIM 應用方面嘅專業知識。Elvis 同好多客戶同埋設計團隊緊密合作，高效完成咗多項複雜且具挑戰性嘅專案。2024年 Elvis 獲頒香港測量師學會工料測量組嘅青年工料測量師獎。2025年佢亦贏得由太平洋測量師協會為青年測量師舉辦嘅岩田基金會國際論文比賽。究竟城大又係點樣培育學生，令到女性可以喺大眾認為只有男士勝任嘅行業獨當一面？城大嘅課程其實除咗有教授好系統性咁去講解一啲 theory 同埋 principle 之外咧，其實成個課程設計亦都好着重我哋培養人嘅 personality skills 啦。咁例如有一啲案例嘅分析啦、presentations 啦、分組討論等等啦。咁落咗堂之後，其實教授亦都好樂意去分享佢哋當年工作或者喺社會上面嘅經驗，
亦都會鼓勵我哋主動去發問同主動爭取呢啲機會。咁對我嚟講，其實呢啲學習同埋訓練係幫我踏入呢個社會、呢個職場有一個好大、好實在嘅幫助。Elvis 又有咩寄語俾準備入學嘅師弟師妹呢？你可以當自己係一嚿海綿，盡量去吸收一啲新嘅知識啦，學習新科技同埋新技能，多啲去問問題，多啲去思考同埋主動爭取機會。當你一直保持呢個正面嘅心態，你慢慢就會發覺人生其實會順利好多，亦都會一步一步走向你自己想要成功嘅目的地。其實除咗測量師，城大 ACE 亦都培育咗工程界嘅專業人才 ，Tracy 就係其中一位。Tracy 2005年喺城大 ACE 畢業後就開始喺 Arup 工作，而家佢係 Arup 香港辦事處嘅消防工程師，負責東亞消防工程業務，曾參與香港、澳門、東南亞、英國及中東等項目，包括車站、疏散設計、建立符合國際建築規範 IBC 及 NFPA 嘅消防安全設計，澳門銀河嘅第三方檢測及路賽爾球場嘅消防安全設計。Tracy， 畢業後你嘅職業發展路徑係點㗎？我畢咗業之後呢，其實我就入咗呢一間公司啦 Arup 啦。咁由畢業到而家呢20年以嚟呢，我都係冇轉過工嘅，都係喺呢一度。咁我畢業之後呢，其實我就去咗澳門 station 咗2年喺澳門啦，然之後就翻咗嚟香港。翻完香港之後呢，我亦都有機會去咗一個倫敦我哋嘅 headquarter 啦，叫做。咁喺個倫敦嗰邊咧，我做咗1年，跟住再翻嚟香港。咁除咗咁樣走嚟走去做嘢之外呢，咁我仲會有好多機會去做唔同嘅project 啦。我做過嘅 project 其實就周圍都有嘅，喺倫敦有啦，喺中東有啦，跟住澳門啊、香港啊、東南亞等等地方全部都有。咁其實都俾咗一個好大嘅 exposure， 我可以接觸唔同嘅事、唔同嘅人。咁而家我就係喺公司裏邊係睇緊一個東亞區嘅消防組，咁係一個 APAC 嘅 fire team leader。咁城大提供咗咩課外學習機會對你幫助最大？喺我喺 CTU 讀嘅時候，我有一個好寶貴嘅經驗咧，就係可以去參加一個學會嘅事務。咁嗰個學會事務就等同於大學嘅上莊咁嘅樣啦，不過佢就係一個專業機構嚟嘅，就叫 ASHRAE 啦。咁係一個冷氣嘅學會。咁喺嗰陣時咧，我就係做 Student Branch 嘅President 啦。咁直至到而家，我一路出嚟做嘢，其實都參與緊呢一個學會嘅。咁呢個學會俾到我嘅嘢，或者係因為 CTU 佢俾咗呢一個機會，我可以好早已經參與咗呢個學會咧。其實我識咗唔同嘅人啦，尤其是我識咗其他院校嘅同學啦。識咗行內嘅一啲 senior 啦，有好多活動我可以去參觀到，譬如係有啲factory visit 啊，或者係一啲 overseas 嘅 tour 啊等等，呢一啲都會係一個好寶貴嘅經驗，幫到我手將來揾嘢做，同埋做緊嘢嘅時候嘅 support。Eric 擁有城大 ACE 測量學學士學位同埋建築項目管理碩士，喺測量同建築合約方面有超過15年嘅豐富經驗。2021年 ，Eric 成為咗 MJ 顧問有限公司嘅董事，今年更擔任香港測量師學會工料測量組主席。Eric 一直同 ACE 保持緊密聯繫，積極同在讀學生交流。2025年更榮獲城大 ACE 嘅卓越校友獎。到底城大 ACE 同 Eric 點解會有咁深厚嘅感情呢？城大嘅學習咧，可以話對我終身受用啦。以我當年讀嘅測量學為例，課程基本上咧都包括咗成為專業測量師一切所需要嘅基本知識同埋訓練，包括咗建築科技啊、工程合約啊、項目管理等等。除咗書本上面嘅知識咧，由於我哋嘅教授啊、老師，其實佢哋都係嚟自業界嘅，有好多豐富嘅經驗。佢哋分享咗好多真實嘅經驗同埋實例咧。呢啲分享咧，比起書本上嘅知識咧，我覺得更加實在。令我喺未畢業之前，其實對測量師嘅工作已經有充分嘅了解。建築行業就發展一日千里，而家好多嘢咧都係變革之中嘅。咁工程嘅數字化、建築科技加入咗人工智能啦，我哋工料測量師咧亦都有新嘅工程合約、新嘅法例要去適應，所以可以話係機遇處處。關鍵就係我哋點樣自己裝備好自己，把握機會。
準備入學嘅同學仔咧，要善用大學同埋社會俾你哋嘅資源啊，同埋機會，好好享受大學生活嘅同時咧，都要留意住社會發展，咁與時並進。師弟妹咧，如果準備投身成為建築界嘅專業人士咧，除咗讀好啲書啦、考好牌啦，最緊要咧就係對新事物有開放嘅態度同埋學習嘅心。咁最後啦，當然要諗諗就係咧點樣回饋翻社會同埋學校。當我哋有一定嘅能力嘅時候咧，唔係淨係幫自己嘅，仲要用我哋嘅能力同埋知識咧去幫助其他人咧。咁我覺得一切先至會有意義嘅。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喺測量、建築、工程各方面都培育咗好多人才。從校園走入職場，城大 ACE 賦予嘅不只係專業，你會見證你自己嘅蛻變，建立屬於你獨有嘅精彩故事。如果你想擁抱專業，成就未來，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歡迎你嘅加入。